各位兄姐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主，伫新的主日，咱阁通三甲主节伫圣殿，咱要做伙来祈祷，做伙来敬拜。有时，咱是毋是会对主提出侪的祈祷，求主阁较侪的稳定，求平安，求解决困难。当这个时刻，要邀请兄姐注目伫主，无看环境。无看家己，独独甲咱看这位创造天地的主，因为伊是咱性命的倚靠，是咱唯一的安慰。只是咱要安静咱的心，做伙用这首诗歌，用专心、专性、专意、专力，将眼光归伫伊。我的主，我要敬拜你。为着你个人甲上帝的关系来祈祷，求主帮助咱，毋那是伫每一日的生活中，拢会当亲像鸡连伫葡萄树，领受对主来的属灵生命快乐。也求主赏赐咱有谦卑的心，互咱愿意摒空家己的骄傲甲固执，互圣神来充满咱的心灵。引带咱一生的道路，只是咱做伙为着你家己个人甲上帝的关系来祈祷。亲爱的主上帝，感谢你伫万人中拣选阮，互阮有这份福气，成做属你的囝儿。恳求主赏赐每一个属你的囝儿，有祈祷的灵，激励阮常常祈祷无累志，高把阮成做一个爱亲近你、渴慕你的人，时时洁净阮的心思意念，独独渴慕听候你，专心来听你。也恳求主帮助阮建立甲你有亲密的结连，亲像鸡。连伫葡萄树，互阮常常踮伫基督的内面，享受这份属天的平安甲得胜。谦卑合适，操练敬虔、敬畏甲知足的心，
互阮有健康的属灵生命。当心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。煞者，咱要为着每一个家庭甲上帝的关系来祈祷。望咱每一个家庭拢会当建立家庭这段，求主互救恩、喜乐进入每一个家庭，全家通当心祈祷、灵修，成做热心服侍主的家庭。家人厝内底人嘛当心来传承，求主赏赐每一个家庭的成员，伫基督甲基督通当心，使用对主来的智慧来管理家庭，疼惜带领一代的信仰生命，互每一个家庭成做福音的见证。咱做伙为着每一个家庭甲上帝的关系来祈祷。祈祷的主上帝，即时我们为着每一个家庭来祈祷，恳求主假使每一个伫婚姻生活中的每一个人，拢会当尊主最大，求你赐下疼心，互夫妻通彼此相疼相服侍，求你也赏赐智慧甲勇气，当家庭拄着困难挑战，也是欠缺时，互阮有能力。通相担、相排解，伫软弱中看见你的坚强。也恳求主亲自保守阮的亲子关系。主啊，伫这个扰乱的世界，求你保守阮的心，无受到电子产品的影响，互阮看重家庭自集的时间，做伙起造家庭的这段，互阮全家人踮伫你的话语中。享受亲近主的甜蜜，只是阮也要特别为着阮当中受苦的家庭来祈祷。主啊，若是家庭中有人拄着经济的困境、事业的挑战，或者是身躯有病痛，当咧接受治疗，也是有失去亲人的，恳求主你的神甲因同在。因虽然伫困境中，也犹原有对你来的平安甲望。恳求主坚固因的信心，学习忍耐甲听候，因为你是阮患难中随时的帮衬。主啊，你是阮每一个家庭的大家长，求你祝福福强教会每一个属神的家庭，伫新的一年有新的望，持续经历你稳定甲慈爱美好的引带。阮做伙当心，为着阮每一个人，上帝。甲家庭的关系，阮当心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。阿们，我的主，我要敬拜你。我的主，我要敬拜你，我的心紧紧。向你稳定。
接咱也要为着福祥教会已经要迎接50几年新时代的建造甲义上，以及教会的宣教事工来祈祷，也要为着咱牧者、咱的干事团队、长职、团契首长、团长、区长、小组长来祈祷。福祥教会要成做永生上帝的家，真理的照条到根基，是活出听的教会，积极传福音的教会，信徒灵命丰盛的教会。望这不是口号，咱真正爱甲家己讲，我是不是伫这内底成做宣教的一份子？望上帝带领咱正会友、牧者、团队、组长，拢有这款火热服侍的心，咱做伙为着咱已经行伫50几年的这个宣教的道路，咱做伙开声为教会宣教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恳求你彰显对福祥教会宣告异象甲计划，兴起长职、团契首长、小组长、信徒来成做牧师、干事上好的同工，愿愿用祈祷、用实际的行动来支持参与教会牧区团队来推动所有的事工。互阮伫侪侪无共款的事工顶面，阮有看见家己会当负担的责任，彼此同心合一，希望福音，互整个教会发展会当行踏伫合主心意的道路，彼此相服侍，也愿意谦卑受教，来装备家己为主所用。互福祥教会成做这个城市、这个社区祝福的出口，通来回应你对阮在座每一个人的呼召。人人有份伫福祥教会宣教事工当中，愿当心伫你的面前，安尼祈祷，我是奉主耶稣的性命来求。阿们，感谢主。接着，咱要为着今早起主日礼拜。各部门的服侍团队、礼拜的听书、牧师的讲道来祈祷，恳求主的神领导伫在座以及线顶每一位兄弟姊妹的心就，保守带领今早起的主日礼拜、儿童主日学、青少年查经班、门徒学校，主的恩典满满，甲咱同在。伊的神也临在保守，咱做伙开声，为着今早起的主日礼拜，咱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赐下祈祷。敬拜、赞美的灵运行伫福祥教会，互敬拜充满上帝的荣耀甲同在，保守看顾今早起整个主日礼拜的听书一切顺遂，无论是伫1楼的交通指挥、大厅的接待人员、新朋友的关怀、主日学、查经班、咱的门徒学校、心灵转教、爱心午餐等等，遮的事工。保守牧师，伊伫今早起所要传讲的信息，温哥高满伫牧师，也诚做牧师伊所传讲的信息，诚做兄弟伫信仰甲生活顶面的反省甲启示，也恳求主纪念伫阮当中，也阁有线顶侪侪还未认捌你的朋友，恳求主你的灵甲因同在，伫敬拜当中，会当甲你相拄，生命来得到改变。我们从今早起的主日敬拜。恭敬交托伫你的圣手，求你掌管、保守，对头到尾，你的恩典满满，甲阮三个弟弟，阮当心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伫圣经当中，喜年代表头棒，恩典甲电信开始的象征，
也是扫角大谈的时刻，是咧宣告讨棒的时刻，更加是稳定重新开始的时刻。福强教会设到50周年，这毋那是一个数字，是上帝对这个土地、对咱每一个家庭、每一位兄弟姊妹、久久长长会疼痛。50年有偌久？徛伫恁头前这个51岁，上帝恩典就是这么长、这么久。今仔日，咱就要用这首4年的号角响起。扫角声传播彼年做伙来学乐赞美咱的主上帝。扫角声要赶走一切的伤心甲累积，扫角声嘛要唤醒咱宣告的热情。这是要邀请咱做伙起立，咱要来唱这首4年的号角响起，做伙用声音来正做宣告的声音，咱要将上帝的福音传到侪侪所在，互侪侪爱要认识主的人，照着咱的热情，照着咱的宣扬，会当将伊的听分享出去。回首恩典的足迹，主的恩手不曾离。多少晨光与黑夜，是主同在的印记。软弱中靠主刚强，瓦器藏着你能力，破碎中有主平安，每滴眼泪你珍惜。新年的号角响起，催促我向主奔驰不放弃，激励我见证主爱不停息。新年的号角响起，我要如鹰展翅上腾，迎风声恩雨，同心合一，传承主使命，直到地极。哈利路亚！感谢主，主的4年的号角响起。回首恩典的足迹，主的恩手不曾离。多少晨光与黑夜，是主同在的印记。软弱中靠主刚强，瓦器藏着你能力，破碎中有主平安，每滴眼泪你珍惜。新年的号角响起，催促我向主奔驰不放弃，激励我见证主爱不停息。新年的号角响起，我要如鹰展翅上腾，迎风声恩雨，同心合一，传承主使命，直到地极。号角的声音划破天际，号角的声音划破天际。荣耀的乐章，颂赞新年的信息，被掳的释放，贫穷的富足，伤心的医治，亏损的恢复，我们都要归向你。新年的号角响起，催促我向主奔驰不放弃，激励我见证主爱不停息。新年的号角响起，
记号，原谅各自的公用，你归咱的我来临，我虽动了有平安，我的目屎的英雄。就落我离开，现在你的感情是自当下的记号，原谅各自的公用，离开咱的我来临，我虽中有平安，阮的目屎的英雄，走到社会无意义。的盼望，怂恿的呼救，就是你的，我的呼吸，我的落泪，归向你。早早的声音传到天边，荣耀的歌声，传扬你好消息。的逃跑，怂恿的呼救，相信的意义，我的呼吸，我的落泪，归向你。走到下荒漠的你，每希望公主跑早已抹黑。125首，美妙主耶稣。
大慈悲恩典的主上帝，感谢你无限的福分，赏赐对天来恩典，所有伫你的百姓的中间。主啊，伫去年尾新年头，阮做伙伫主你的殿里三甲聚集，三甲来敬拜，三甲学乐。愿阮的敬拜归荣光伫你，也互阮通过主的道来经历上帝你的救恩，耶稣基督宝血带来关灵的拯救，也互每一个兄弟姊妹通过圣餐，搁一遍三甲，勉励伫主内面合一的要紧。感谢你，愿今仔日的敬拜对头到尾，上帝稳伫阮中间，每一个兄弟姊妹拢对圣神领受到属灵的启示甲开力。伫你的面前，愿将这个礼拜交托主你的圣手，愿你亲自引带甲带领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咱一愿徛地，咱要来坐念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。来，我信上帝，创造天地主宰；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比勒岛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罗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告活，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圣过公堂的教会，圣徒的相通，罪赦免。肉体告活，永远的阿门。大家请坐。即条咱做伙来看启示文，启示文31篇，诗篇127篇、28篇。躯体若毋是上主建造，城若毋是上主固守，恁早早起来，晚晚早困。上主所疼爱人，囝儿是上主所赐的产业。少年的时所生的囝儿，种地把把的人真有福气。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。你会当食双手所拍拼得到的食物。你的某伫厝内，亲像结过籽的葡萄树。敬畏上主的人一定遮尼啊幸福。愿上主对錫安赐福互恁。愿你会看到囝囝顺顺。即条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天父上帝，阮满心感谢你，感谢你拣选阮成做你的儿女，感谢你设立你的教会富强教会。带领阮行到伫今仔日，感谢你一路来的保守、看顾甲供应。无论阮伫顺境也是逆境，你拢甲阮同在。主，阮要学了你，阮要敬拜你。你是全能荣耀的上帝，你也是信实永远无改变的上帝。你的慈爱直到永远。你的恩典逐日教也阮用，主，阮要尊重你的圣名，高举你的权柄，宣告你值得阮一切的荣耀，
尊贵甲乐乐。主即时，阮搁一遍谦卑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我要承认阮的软弱甲不足，承认阮有时阮忽略阮的祈祷，阮忽略你的话语，阮顺趁家己的意思，无完全来顺服上帝你所的带领。求你赦免阮一切的罪，求你用你宝血来洁净阮的心思意念，更新阮的性命，互阮当回转，行伫你的心意当中。主特别，阮为着阮教会50许年，搁一遍来献上感恩甲祈祷。感谢你50年来带领福强教会，使阮兄弟姊妹伫这个土地为主你来做见证，传扬福音。主求你伫这个许年当中，使着更新甲复兴，也要医治受伤的心灵，讨放受捆绑的性命，兴起较侪听主听人，愿意奉献家己的工人，点倒祈祷的火，互阮行伫传福音的大使命当中。阮若毋知是要纪念阮过去你授予阮的恩典，我嘛要勇敢回应上帝你来要将来的呼召，诚做这个世代会更加严，互佮较侪人因为教会来认捌你，来归恩你。主你是医治的上帝，是人民的主宰。当阮当中有心灵软弱的，求上帝你伸手，你的大能的医治，来医治因。失去亲人的，愿你的平安进入每一个忧伤的心。主你是阮的大牧者，你应允阮行过死荫的山谷，也无惊灾害，因为你甲阮同在。主当阮将阮的教会、家庭、事奉，甲阮未来完全交托伫主你的手中。愿你的旨意成就，愿你的名得到高举。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来求，阿门。即点咱来公修上帝的话。今仔日圣经有2个所在，第一个所在是诗篇127篇第1节，第2个圣经是马太福音书第7章24节到25节。厝体若毋是上主建造，建造的人就空空劳苦；城若毋是上主固守，守望的人就白白警醒。所以听我这话，搁实行的人，拢亲像聪明的人，甲厝起伫石盘顶，雨泼大水来，风扫冲着厝，厝嘛袂倒，因为伊起伫石盘顶。愿上帝祝福听叹伊话的人。即条咱请圣乐队来献诗。伊约所献的诗是《我伫天顶的爸》。献诗煞，咱请牧师来讲道。伊今仔所要讲的题目是富强50家庭建设。我们在天上的
感谢主，多谢圣化地伫咱，予咱做来同心敬拜上帝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午早平安。咱已经渐渐接近旧历正，咱对年初开始，咱就进入到伫福强教会的50禧年。所以伫即几礼拜，牧师拢用50这个主题，甲咱三甲来学习。第先是咱教会的这个共同的标语是。福强50五主来奔跑，迄个跑走，迄个方向，迄个努力。伫今仔日，咱要用这个主题，就是伫福强50的整个的时间的分享中间，咱要用家庭建设这个主题来三甲来引面学习。咱若是台语的文言文，应该是福强50啦，50叫做50吼。福强50家庭建设，是咱要用这个主题呢？咱三甲来祈祷，做伙来分享。主，阮的上帝，感谢你恩典听堂伫阮中间，互阮享受到上帝你天顶来的祝福满满、开兰满满。50禧年是无简单的年日，总是阮拢经历着亲像油得地丰盛的恩典。阮也要伫这个50年的中间，搁一遍来彼此勉励甲学习。阮安怎伫即个50禧年各种的感恩思考的中间，知影上帝你同在爱阮所做的，做伙来努力，做伙来学习，也做伙来见证上帝你的疼。愿你的恩典甲阮三甲伫地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福强50家庭建设嘅主题拢真清楚。咱诗篇127篇第1节讲：厝体若毋是耶和华起造，起造伊的人就空空着活。咱马上有一个理解甲回应。厝体，咱逐个人每一个家庭拢有厝嘛。即马现代的建筑技术非常的好，到处台南逐个所在拢咧起厝，起厝。咱嘛，侪人伫遐努力完成的。先来讲，若毋是耶和华起造呢？这个就是要互咱搁一遍来思考，即个家庭，迄个起造，毋是完全用着人的气力。咱用即个诚做咱50禧年，即庆祝一个上重要的基础。建设的家庭，咱确信是上帝所起造。上帝是家庭建筑基造。咱讲首席建筑师啊，建筑师的意思是讲，伫上帝迄个奇妙的立理的下面，照上帝的教示甲旨意落去行的，即个家庭的起造就水就好。即个新约里的圣经是讲，若毋是上主起造万物，起造的人工作就无效啊，工作就无效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伫咱即个50禧年，咱逐项庆祝拢真重要。毋过，咱今日的主题要放伫福强教会组成即个教会，做的家庭会当领受到上大的祝福，是一个坚实的家庭，是一个稳固的家庭，是一个见证上帝祝福的家庭，正做咱学习的目标。因为人会当起造厝啦，只有上帝当建立家，家甲厝是无共的。人去做一个关楼大的厝，但是上帝互家来生存在，所以会当用咱福强这2字来做一个比喻。幸福的家庭，毋在伫物质的丰富，是在伫上帝的权柄，实力才会强壮。富是真好，但是毋干那安尼那定，毋是干那物质各种设备的丰富，是咱。有上帝的权柄伫咱的家庭中间运转，咱才会当有强壮。50禧年的意义就是，咱大家做伙来勉励，将家庭的主权归档于伫上帝，家庭的主权归档于伫上帝。也亲像咱对着读的第2段经节，若是无属灵的根基，家庭就真容易伫风涌中来倒去。
亲像咱读的马太福音7章24节到25节，讲若听主的话去行的，亲像聪明的人，甲厝起伫石板顶，啊，所以当主耶稣成做五家之主，啊，咱真侪人爱摕迄个鞭啊放伫厝里，啊，这是讲做一个啊，咱的勉励也是讲一个象征，也是一个标语。但是迄个主是正讲掌管着咱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心思意念，咱的心意拢完全归向主，才是真正主，啊，毋是挂迄个牌啊那定。若有主耶稣做咱的主，这个家才有安全感啊，所以咱讲一句话，咱福强教会50年，咱搁过去要搁经过新的50年。教会50年最大的投资，毋是建筑，毋是起厝，毋是起大楼，是家庭。家庭若会建设，家庭若会坚固，当即个教会就会无限来壮大。咱对圣经了解即个原理，石盘行为的原理，就是讲徛伫石盘顶，就是听道搁去行啦。圣经甲咱讲。听我这话去实行的，拢亲像聪明的人，家伊起伫石板顶，甲厝起伫石板顶。啊，这是咱7章24节所讲的。啊，这个是现代中文讲，所有听我这话去实行的，亲像一个聪明人，甲厝起伫磐石的顶面安尼。但是这话，家庭的建设嘛，毋是标语。咱的家庭建设嘛，毋是讲你参加聚会偌济摆，啊，教会对拜一到拜六，足侪会你拢交付安尼，啊，这个是家庭建设。家庭建设也毋是讲咱教会真侪活动，啊，你足热情咧参与，这拢是外在表现啦。家庭的建设是来对上帝的话转化做你生活的行为。上帝有叫做 logos， 生活的行为就叫做 action。咱定下看到一个世界出名的运动的品牌，讲 just do it， 就是讲就是爱做。上帝教示若实行伫教会，也是实行伫咱的家庭中间，就是你去做安尼。一个建设的家庭，是将圣经的原则放伫夫妻的沟通、子女的教养。甲财务的规划顶面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伫即个50几年的起头，大家互相做一个勉励。富强毋只干那是教会名称啦，毋是干那即个名，名称，佫较是上帝对伊属伫伊家庭的一个应允。富强毋只干那讲较早是路名。较早是社区的名，现在是咱教会的名，遐尼简单。咱爱将这个富强入去到伫上帝所疼的每一个家庭中间。当咱每一个会友伫家中主的圣神做工，每一个家庭拢亲像石盘，建设亲像石盘。安尼富强教会就会成做一座伫山顶袂当安放迄个荣耀的城。咱拢真清楚，教会是对一个大小家庭所组成的。这个家庭坚固，这个家庭尊主最大，这个家庭凡事有主的引带甲保守，这个教会就大大勇壮成长。建设的家庭，佫较是一个世代传承的原理。咱拄则有看见听见咱的敬拜团带咱。唱一条彼年的诗歌，但彼年一个真重要，咱一直复习过就是自由年，也是一个归回你本家，你的本家，讲你彼年到，你要回去你本家，这个属灵的产业。所以彼年强调归回本家，那安尼咱就是讲50彼年，毋只干是咱甲过去的数字，咱甲过去做的事业。摕起来庆祝安尼若定，咱搁较着爱点到迄个信仰传承啦。意思是50，搁来的50，
拢平平有上帝奇妙的保守，有新的一代的勇士来承接。所以咱知影，迄个基本就是对家庭。家庭若是无属灵的方向，就会互世界甲你带去，甲你牵去，甲你侵蚀去安尼。所以咱会使讲，家庭是信仰的第一宣告场合。你讲陶录音啊，真侪活动，真侪聚会，真侪的幸福小组，请会记哩，家庭是咱信仰第一个宣告场合。咱的儿女的信仰第一个老师，毋是主日学老师，是父母，嘛毋是这个毋是教会，是父母。所以囡仔对细汉安尼拍拍走、牙牙学语吼，你讲我带伊来教会，伊嘛是看一个人的闹热、心色、唱歌，但是因看到的第一本圣经吼，毋是咧图画圣经啦，嘛毋是后来叫伊背金句啦。囡仔生命的模样，就是对父母来。所以囡仔看到的第一本圣经，就是你，就是老爸，就是老母。你所讲的话，你的举动，你的行为，你的表达，囡仔讲哦，安尼这本圣经真好，我要读。这是咱真基本的道理。所以兄弟姊妹，通过这个真简单也真清楚圣经的描述，富强50家庭建设，咱就是爱伫喜年的恩典中，咱来建造一个蒙福的家庭，有蒙福的家庭。家庭复兴要带来世代祝福。马拉基书真清楚甲咱宣告讲，伊要互老爸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老爸。谁那伫旧约最后一本册内底，有真侪教师拢真重要，但是伊放入来伫即个家庭的中间。伊讲父母爱转向儿女，儿女爱转向父母，表示讲迄个家庭的基础，迄个生命，迄个原本是对上帝所来。家庭若坚固，两代和好，就要带来世代祝福。所以50几年，咱若要讲上大的庆祝，是富强教会每一个属灵的家庭，拢成做恩典的家庭，拢成做一个福音见证的家庭，拢成做一个见证上帝的疼的家庭。大家人毋免听你讲到什么，看到这个家庭和乐、喜乐、平安，讲这个家庭实在是无简单，是对倒位来的。讲我是基督徒，安尼就够个。兄弟姊妹，圣经将世代和好看作是复兴的记号，所以若家庭破裂，信仰传承就会中断。兄弟姊妹，请会记得，教会未来的强度取决于家庭的温度。家庭的温度若是遐尼烧热，教会自然就强壮，迄个温暖就对遮来。诗篇128篇第1节讲：既若敬畏耶和华、遵行伊道理的人就有福气。若家庭稳固，教会就稳固；若家庭属灵，咱的教会就有未来。兄弟姊妹，咱来回想现代家庭的建造，甲咱这代也是顶一代有啥物差别呢？我看去一篇文章感觉心有戚戚焉啦。讲一代一代咧过吼，确实也无啥物变差咧，但是久甲看有差呢，差足多。其中一个差别就是遮，咱来比较。你若住伫市内，可能较少看到。我这代住伫庄骹，拢会记得这个画面。这个画面就是什么呢？这个画面就是一间安尼旧旧的厝，一支烟筒，咧庆烟。这叫做家庭吼，
家庭的袅袅炊烟呐，这是咱今仔日袂当搁倒转来，袂搁倒转个历史啊。可能像咱伫遐烘肉，也是去野炊，也是讲咱去露营，加盐哥安尼用喙来喷迄个火，喷规个目睭目屎拢流落来，目油流落来。这个景色无去啊！你会想讲这也无啥啊，时代咧变化，哪有可能咧？袅袅炊烟是一个足水的画面，搁家庭的灶骹，老阿嬷伫遐咧香灶，迄有温度的哦吼，会去较早也无烧气啦。逐摆若像即款寒天吼，我拢爱走去阿嬷的灶骹，家无伊讲我甲你斗香火安尼，其实是坐伫迄灶坑头前吼，火咧炎吼，哇，感觉足烧咯安尼。但是即个画面什么意思呢？我要爱咱加思考，重新思考家庭温度的基点，家庭温度。咱看起来确实无啥，但我最近看这篇文章吼，足有感触。伊叫做“当厨房点点，当厨房成疾”这个感受足深，因为大家现在拢面临拄着。这个文章讲，当外食也是外卖取代家内的灶骹，家内人无搁再为着三顿准备三顿来无闲的时阵，这个家会渐渐无成家咧。家内人的中间，因为各自无闲，掠做家己真无闲，足自然足习惯，就开始找所，开始来相离去。所以这文章甲咱提醒一句话讲：你有想过无？煮食敢毋是逐个家庭足自然、天生就有的事？但其实煮食煞变做一个艰难的事，你敢知？但是这个烹饪吼，毋只讲是一个家事呢，伊是维护家庭一个无形的纽带，无形的纽带。伫1980年代，美国家庭开始减少煮食，转去倒位呢买外卖，也是去餐厅吼。所以一寡经济学家就发出警告。随着1980年代的美国，到现在2000年以后的台湾，实在是差不多啦吼。伊讲，假使若是国家来负责照顾你的家庭甲老人，企业来经营你的食物，安尼有啥物无共款？同款食足饱囡仔顾我免烦恼老人有人顾安尼哪有啥物差？都时代嘛。但是伊讲，家庭的根基就软去家庭根基就无去这是渐渐发生的，咱嘛感觉无啥物奇怪。不过，这真做咱现代家庭软食乱足的一个上重要原因。少子化大家拢咧讲，但是原因伫倒位咱找袂出来。家庭的根基，咱长久久咱活转头看，真正值得咱去思考。像是话，伊这文章讲，伫1971年哇，已经遐侪年前71%的家庭是传统的家庭啦，就是夫妻甲囡仔，甚至是大人拢住做伙。但是原来71%的数字，到后来减到剩20%，意思是讲，老爸老母住一位，囡仔住一位，阿公阿嬷住一位安尼。所以剩下的家庭对倒去呢？是伫养老院，是伫租来的公寓，是安尼分散的，是分散。安尼我倒转来讲，就是讲，谁家庭的家常菜遐重要？因为家常菜毋是干那营养那点，是疼、连结甲归属感。所以温馨的家庭餐桌，毋是妈妈煮偌好食、偌澎湃，比餐厅较好食。家庭内底温馨的餐桌，是咧见证上帝起造的恩典。
所以这篇文章讲家乡菜遐尼重要，是听甲连结的归属感。当家内人围垒坐伫餐桌的时，心甲心就会距离的接近。囡仔会对是大人，对阿公阿嬷的亲像吸收智慧，人际关系也会搁较温柔和柔和。但是当每一个人拢家己用餐，家己也食也看手机、电子设备，你的家就毋是家啊，就变做招待所。家庭关系就亲像伫咱社交媒体方面的朋友，虽然有正式，但是疏远真短暂。所以讲到这，你知影讲，毋是爸爸妈妈，毋是妈妈，也是阿嬷煮遐尼青草好食，因为迄个心意伫遐，即个家庭的联系就开始。所以咱搁较免讲。现在足侪人外食啦，吼，外食用餐迄个隐形成本嘛真悬，因为咱毋知影煮食的人用的油是啥物油啦，有啥物人工香料，互你食甲足芳啦，毋知啥物菜煮落放落吼，拢袂歹呢，吼，拢袂臭酸呢，奇怪。虽然我毋是医生，我感觉对少年到即阵吼，较早吼有时食物件，有时食到食无好势就会歹腹肚，就是迄个物件有可能有细菌嘛吼，迄是一个天然的食物会较影响。即嘛吼，歹腹肚的机会较少，因为迄内底拢甲你安怎，南遐防腐剂拢伫内底啊，无啥物细菌会引起你腹肚痛。但是呢，长期引起你的血管，引起你做肥胖、糖尿病、高血压、心脏病安尼。这是一个，互咱感觉讲真大的警醒呢。伊咧讲，今仔日企业决定咱要食啥物，企业生意决定咱食啥物，制药公司靠咱来保持健康，意思讲伊要趁钱，就是用药啊帮助你健康，来趁钱。较早吼，咱的顶一辈呢。要去外国佚佗，逐项拢款，足重要。逐项应该款拢款，其中一个袂使无款的，就是大同电锅。因为伊感觉都爱食伊的家常菜，伊才感觉去佚佗了会快乐安尼吼。但是今仔日足趣味啦。其实咱连伫厝内，咱嘛是要叫外面的餐点，哇 ，Uber 这个熊猫。送你到厝安尼，你感觉这个这自然哪有要紧？兄弟姊妹，我毋是讲这个代志咱有做啥毋对，我是讲这个现象已经产生啊。咱有啥物办法小可改安尼调整一下无？因为这家庭的关系甲疼真重要，所以现在也无慢啦，咱让重新点倒厨房的热情。毋是迄个灶骹，是伊来的温暖、保护、文化甲健康。因为你的房间构成了厝，你的厨房来构成了一个家庭安尼。所以日本的家庭依然足重视做食，就是煮食甲食饭。地中海的地区的家庭将食餐的时间看作一个神圣的仪式。可能咱有真侪人捌去欧洲，有诶去旅游啦，捌去遐住过。迄欧洲人特别像西班牙迄种所在因暗顿是对6、7点食到11点。你想讲奇怪，咱一顿饭哪有通遐好食安尼？其实因遮毋是道顶的美食啦。地中海迄个地区的家庭是因感觉讲，食饭就是一个生命的交流，家庭亲子上重要的所在。所以。兄弟姊妹，讲这个毋是咱家己有啥物做毋对哦，我是咧讲，咱搁来想一下，即使是外卖，咱嘛会使家己做有仪式感啊，摆好水，摆好好势，逐个拢叫我来，
大家做伙吟诗祈祷，做伙食饭，做伙交陪，把它目的化，把它找成一个焦点，唔是讲啊你食我食伊食安尼。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讲，我嘛是定买外卖，但是我若外卖买回来哦，食无输拢讲啊，来，把这菜拢倒入去迄盘内底，摆啊好势好势，改成家己煮安尼，咁要咧食，就开我讲啊，就迄个饭客啊放伫遐，食食就饱啊。伊讲无安尼较水安尼吼。所以意思是讲，咱嘛会使无法当逐顿煮啊，这是事实啊。但是你会当将迄个饭桌的时间看作是一个家庭凝聚上水、上好的时间。结论来讲，厨房毋是只甲来准备食物的所在，伊是咧滋养人际关系、传承传统、维系家庭的所在。所以为何是安那讲妈妈的味道遐尼重要？妈妈的味道是安那遐尼重要。过正要到啊，真侪外乡的游子啊，伊倒转来吼啊，甲人客车，甲人来争迄个车票，目的是物？啊，就是要食妈妈的味道。咱拢知影妈妈，即马拢互遐外口的五星，迄个米其林3星的遐个厨师代替去啊。妈妈毋是米其林3星会当代替，你敢知？妈妈的口味啊，是独一无二的啦。外口人食起来讲啊无啥，但是就是你感觉好食。我的家庭伫平湖，阮常常嘛是讲啊，较安那拼，就想要一摆仔转去平湖，啊，就是为着要食着迄个海味啊，食着四大人款的海味安尼。啊，你讲啊，外口人看起来迄都无价值啥货，但是妈妈的味道重要是伫，甲你气味的根源以及家庭的联系的重要性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互相来勉励，毋是讲哇，对今日开始逐顿煮啦，毋是，是咱安怎看重这项事，看重伊的重要性，看重迄个家庭的餐桌，迄个奇妙甲神圣，互咱的家建立伫即个安尼。啉食中间是一个足快乐的所在，还可以让建立家庭的基础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本来就是爱食饭的，敢毋是？但是遐诚做咱家庭建设基础的要紧。富强50，家庭建设，咱的50这间厝是起伫石盘顶。愿咱兄弟姊妹大家彼此打拼努力。所以最后我要分享讲，富阳教会。咱做伙推动蒙福家庭的事工，事实咱一直拢有咧做，是讲，互咱感觉讲较要紧、较重视。去年咱中会推动迄个中心文图属灵敬虔操练的8步，中间头前4项是个人的灵修、个人信仰的成长，后壁面4项是，就是咱家庭蒙恩的操练。假使咱教会毋是讲强力一直咧甲你追踪、甲你吹讲爱做，但是这就是咱蒙福家庭的基础嘛。咱迄阵的鼓励是讲，每一礼拜至少咱的家庭有一个亲子的祭坛。那假使会当伫餐桌顶面一个简单的分享，一个互相的带导。那是出外的囡仔，咱找一个时间讲来，咱来视讯 RPG， 这就是一个奇妙的纽带。一个亲人做伙的机会。咱讲每一月一摆家庭聚餐，甲拄则咱讲的主题是共类似啦。啊，这是咧根据讲啊，咱平常时都大家拢无机会通做伙啊，大家拢住无共位啊。上无你至少嘛有一个家庭聚餐，大家做伙联系。啊，咱有尊敬父母，虽然父母无一定欠遐，但是你迄种的关心尊荣，对父母对时代是足重要。甚至咱安排每一年有一个家庭的度假，这对咱富强教会来讲无困难，因为足侪家庭拢真够做这部分啦吼。特别进寒假到啊，大家人拢会相招规团吼，甚至春节无伫教会出外去去旅游。这个是一个基本的要求啊，毋是讲达到遮就好啊，是讲咱大家做伙来努力安尼。
咱搁一项叫做姐妹跪倒，兄弟起跑。咱利用教会有叫做有妇女团契啦，有姊妹团契，但是无兄弟团契。啊，真奇怪咱台湾人奇怪，足注重姊妹啊，兄弟煞无。最近总会有人咧提起讲，咱嘛爱成立兄弟团契啦。啊，特别是原住民，因为有迄个男性的迄个会所啊，所以因足注重兄弟。咱教会中会这2档拢咧推广一个叫做男人勇士的属灵的文化，意思讲兄弟安怎伫信仰起做徛在，就要带来全家的祝福安尼。咱教会嘛，这几年推动冠冕真道理财课程啊，现在周报还搁咧报咱安怎互咱的家庭的财务是照圣经的指导，成做一个蒙福的财务。咱教会有一个特别的团队，叫做哀伤陪伴的团队。这个团队即马佫增加一部分，就是有关婚姻的关怀。咱有周报内底报道讲，这个智慧的抉择，就是讲咱难免会拄到家庭婚姻的一个伤害挫折，要安怎佫对圣经来得到修补，这个婚姻关怀的课程。迄日7月，迄个家庭亲子父母的教导。无法当用国家、社会其他的制度来代替，目前也无啦。甚至咱最近一个足大的新闻是，迄立法院有人咧提起讲代理孕母对无代理孕母，哇！迄阵引起真大的冲突呢。有的是无法当生囝呢，啊，请别人替我生，看起来是情有可原对无？咱真同情。但是代理孕母的制度一个落去是比啦。伊足侪人讨论足有意思啦。伊比如讲，甲上帝神圣的怀胎生囝的代志变做商品。啊，我少奶奶呢，身材遐好，我唔生啦，我叫别人替我生。哎呀，现代科技是足简单通完成，但是伊的终极点是讲，安尼婚姻甲生育的意义是伫倒？甲上帝创造的奇妙看作是一个商品，用这个来代替，是要满足无囡仔有囝的感受呢，还是讲将来遐有钱人、好野人，拢无要生，叫别人替我生，这是足大的问题。所以教会的部分嘛，足大一个检讨最后我要讲，咱最近。出名的故事，伫顶礼拜，咱看见这个新闻，全世界拢咧看，这个蜘蛛人呐，咧爬咱101所有人的感觉拢讲，伊愈爬，咱骹尾愈了，哎呦，安尼唔知安怎，拢无防护，无防护没有防护啦，空手爬101安尼，当然。牧师伫遮毋是要讲伊偌厉害大家拢看影片了。这个艾利克斯斯霍诺德登顶101，有人讲是安那爬一摆安尼91分钟尔，赚2000万大家足稀罕。讲若无人讲无你去爬个，你去爬1亿互你好毋好？所以钱毋是重要，所以足侪人写迄文章，感觉听看了真有意思。有这几个主题啊，感觉真有意思。伊讲价值是在处取决于不可被取代，无第二个艾利克斯啊。你1亿块，郭台铭伊嘛唔敢爬啊。过来，关键是因为你会当实际帮助别人。这届唔是这个艾利克斯赢尔，台北101嘛赢，迄个转播的嘛赢。人讲台湾嘛赢，因为大家人拢看去台湾安尼。所以这个人的一个运动的超级的表现，带来遐尼多效应呢，过来是因为敢承担风险，本身就是一个价值。过来，伊互咱一个概念，就是讲，是安怎你别做1点钟，我做1点钟，我的收入加你10倍，目的是伫倒？也毋是你无骨力啦，伊是讲品牌。较赢过你做实薪的，实薪就是讲别人会来代替啊，
啊，品牌都敢若我尔，吼，你无找我袂使。台积电啊，是咧较厉害，啊，都别人袂晓做，敢若我会晓的。啊，但这是一个，是要讲，我要最后要讲的是讲，有文章咧报告讲，毋若是这个艾利克斯啊，是伊的妈妈，伊的妈妈嘛足厉害。伊的妈妈呢，新闻啊是文章咧报告讲，事实这艾利克斯哦，应该是有自闭的倾向嘛。啊，所以哦，伊都无爱甲人面对啊，伊无爱甲人，好比我甲你讲来讲去啊，沉不沉当伊都无爱。伊宁可家己吼面硬壁，迄石头壁啦吼，伊较石头壁讲话比甲人讲话较好。也因安尼，伊有10几档的时间，伊大学读无毕业哦，伊读的毋是普通大学的，是读美国的迄个伯克莱加州大学哦，迄是顶尖学府哦。伊读一半讲我无趣味啊，我无爱读。伊爱甲人盘烂伊无爱，伊怎甲妈妈讲我想要去攀岩，啊去买一只自手的箱仔车，10几档住伫箱仔车内底。啊，伊妈妈就讲哦，我要甲你解过来，讲啊，讲你无去读册读毕业袂使，你甲我乖乖读好毕业。即个妈妈无安尼想，即个妈妈知影即个囡仔无共款。所以就顺从伊的想法，互伊去爬。但是讲哇，啊我的囝伫外口10几档，啊我也袂当甲伊结婚，我要安怎？我袂当叫伊倒来厝啊，伊住厝足袂惯势啊。啊若无规矩吼，我嘛对伊来学爬啦。我学爬，甲伊爬看卖，爬看我的囝是安怎爱爬即个攀岩安尼吼。啊，这故事讲。伊毋是足爱运动，即个妈妈，伊是58岁才开始对伊囝学攀岩安尼吼。伊讲是安怎要安尼拼呢？伊讲因为 Alex 总是住伫山顶啊，啊我若无去爬山，我就永远袂当知影囡仔的世界。一个妈妈为着要成就囡仔，伊家己的形象，毋是要求伊倒来照妈妈的意思，是妈妈倒转去陪伴。互伊的囡仔伫迄个所在完成伊的梦想，所以伊毋是只敢想讲坐伫厝里啊咧替囡仔烦恼的妈妈，伊是要亲手去摸迄个壁，迄个石头壁，啊看见囡仔迄个扛着迄个石头芳的感觉是甚物安尼，所以伊66岁才成功去爬着迄个美国出名的优思美地有啊吼。迄个国家公迄个酋长岩，伊是上老的一个女性，66岁。70岁，别人咧食庆生蛋糕，伊是爬几百公尺，伫个高空看日出安尼。虽然现在已经70岁啊，伊还阁是日日在训练。所以有人咧讲起吼，一个成功的即个攀岩者。基本上，伊的成功是对妈妈来，伊的妈妈嘛是永不放弃，迄个基因就对了。兄弟姊妹，家庭建设是上帝互咱的应允，嘛是上帝互咱的吊命。咱毋茫讲，咱的团队、咱的团契、咱的小组，也是咱的教会，大家做伙用这个方向讲，咱要哪？来，互咱富强教会大大小小的家庭、3代的家庭，大家做伙努力，一个50几年上帝迄个美好，互咱的吊命，互家庭的建设成做咱富强教会一个上水上好的品牌。愿主赐互咱做伙努力来有份伫即个上帝互咱家庭建设的恩典。咱三角的祈祷，咱要做伙来守主的道。主我的上帝，感谢你的恩待甲疼痛，是阮赐福伫阮富强教会中间。主啊，阮咧思考富强50要安怎互伊大大互主蒙主的恩典，纪念上帝你的疼。阮知影，主阮第一袂当放松的，就是求上帝赏赐阮每一个富强的家庭，拢是一个坚实。甲主亲近，互上帝恩典的家庭，愿这个家庭成做阮富强教会
上水上好的招牌。愿你的疼也甲阮伫地，阮知影，这个努力无简单，总是当阮有心向主追求，阮就要看见你互阮每一个家庭，成做一个幸福的家庭，成做一个蒙恩的家庭，成做一个见证上帝疼的家庭。感谢你，祈祷靠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，阿门。像这位下面，咱要做伙来享受主的道，咱要来吟修圣诗365首。耶稣身躯替咱定死，而咱坐咧吟的中间，请小员准备，也要来服侍圣餐，多谢。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凡属于教会陪餐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。兄姊妹，请听主耶稣对凡归依的人所讲恩典的话。主讲：咬喙焦、心无义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饱。咱要用领受主餐的祈祷，诚做咱今仔日来领餐的一个感恩。咱三甲来祈祷。求上帝赦免阮的罪，省察家己，也求上帝医治我的心灵。主耶稣，我纪念你的身躯为我拍破。上帝啊，我实在真感谢，感谢你为我所做一切。我今仔日食这个饼，就是你的身躯，是领受你做我活命的美娘。主耶稣，真多事我会当放弃，不过我绝对袂当无你。我纪念你为着立新的约所留的保护，这是何等美妙的约啊！互阮会当因信称义。主耶稣，你全然听阮，只要愿意认罪，你总是会欢喜赦免阮的罪。这款的约，只有坚定的约，无人会当废无。这是你的保护所立的约。我今日啉这个杯，互我得到活命；领受你的饼，啉主的杯，我就完完全全得到饱足。感谢主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你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你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时，请小会员做伙来服侍。
要所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牌，恁着今安尼来纪念我。当这个晚餐食了后，耶稣也捧杯，讲这个杯是我的血色里面，今仔啉的时，着今安尼来纪念我。咱若受洗，也是坚信咧，已经归入教会，咱拢会当摕到这个2合1的圣餐，哈，2合1的圣餐。啊，咱会当将第一层的迄个透明的薄膜，甲扭开，甲饼摕伫手内，咱家己伫主面前甲主祈祷。我要请咱的营运人员，佮甲拄则的祈祷词吼，佮拍起哩。祈祷词，咱看迄个祈祷词，家己做一遍祈祷吼。伫迄个投影片内底祈祷词，咱用看咧，来做祈祷。有人无摕到的，也是较伫外面的，请就近咱的小会员，互伊人真紧来摕圣餐互你。咱人照银幕顶面的祈祷词，咱家己做祈祷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牌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有人伫外面吼，较外口的人，我就近来咱的小会员家来摕到这个圣餐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牌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牌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有人无摕到无，会当举手，赶紧人互你。咱手中摕到咱的饼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这个是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牌，咱着行安尼来纪念伊。大家三甲来领受。咱会当甲第2层的铝箔，甲细字的扭开。食了安尼捧杯，主要所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伫我的会所设立的，今仔啉的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我，大家做来领受。恁逐摆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。愿主耶稣基督平安，甲咱三甲伫地，同心来感谢。主，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，因为对你极大的疼，互阮领受你的圣餐，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，佮互阮明白你欢喜阮、疼惜阮，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子奥妙身躯的一体。就是受祝福、忠实的信徒，也是你永远的国的护卫。主，阮感谢你，通过这个圣餐，阮甲主你的救恩三结连。通过这个圣餐，阮伫兄弟姊妹中间，无分彼此，无分大小，阮三个合一，来见证主恩典。阮富强教会是一个主所疼属灵的大家庭，也愿你通过这个圣餐。互阮领受到，伫阮每一个家庭，也是上帝你所疼稳固的基础。互阮的家庭充满着上帝你的恩典祝福，
阮对中间经历上帝你的疼甲创造，对家庭的中间经历着彼此起造、修复、赦免、接纳的功课，也伫家庭的中间来看见迄个属灵的起造、信仰的起造是何等的要紧。愿每一个家庭因为上帝的祝福，看见主你予阮迄个无限的可能。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免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下面要进行这个奉献吼，咱请小委员来帮咱来整理圣餐道。咱每一遍圣餐吼，咱拢有2种奉献吼。牧师做一个报告，就是咱有主日奉献，咱毋免落伫纸箩内底。咱有特别一个叫做圣餐感恩奉献，咱会当放伫纸箩也是你迄个一年用一届做伙用的迄个牛皮纸袋。这个目的是为着讲，咱因为领圣餐要来感谢主，这个费用咱无放伫教会使用，咱要争做一个共同做伙来关心外面的教会，也是苦难家庭，也是宣教的路用。咱若有感动，有准备，咱会当分两种来奉献。若无嘛袂要紧吼，互咱知影讲，咱这个感恩奉献是要争做一个关怀帮赞，搁来伫这做宣教的路用安尼甲咱报告。咱请时间交互咱的师会。接下来奉献。请起立，咱做来吟奉的诗。会众请坐。即只咱来做伙看本月的金句，伫咱的周报的第8页，咱做伙来念一遍。因为恁是伊付出代价买来的，所以就用恁的身躯荣耀上帝。哥林多前书6章20节。这条我来报告。咱看周报的第2页，后主日的主理是夏文夏牧师，司礼是王维平长老。以下的事奉当中，咱请家己来注意。咱先开周报的第4页，本会消息，今日举行
新春的圣礼典，守圣餐是表明咱甲上帝联合的关系，是咱基督徒领受主耶稣救赎恩典甲合一的见证。咱来看第二大点，2005年度的定义会员合会，定伫下主日2月7、8上午9点，主日礼拜中要来召开。当日只举行一场的礼拜，请全体会员准时来参加。咱礼拜煞后要准备午餐来互大家来使用。第二、第三，咱家己来看。咱来看第三大点，下主日2月7、8要召开2月份的小会，请小会员注意。第四点有财务部的报告，咱有真侪的详细的数目，咱家己来注意。5月是咱本第一季的重要的事工的预告。第六点，代祷团伫基督徒受难前40天的连锁检查祈祷，伫2月23要来启动。咱下骹有三小点，咱家己来注意的项目。第8点，咱今日要举行2月份的庆生，咱礼拜煞请牧师来主持。第9点，上礼的消息，本会伫1月17接受临床洗礼的王琼慧姐妹，伫1月24来蒙主恩调，安孝主怀，享年65岁，定伫下晡2点，伫市立殡仪馆怀体厅要举行追思的告别礼拜。兄弟姊妹，咱的时间若有方便，咱来前往参加，并为其家属的圣灵安慰，赐了力量甲代祷。本会第2点，本会对宝姐甲瑞华姐的胞弟吴约翰兄弟，伫1月30拜5蒙主恩调，安孝主怀，享受71岁，定伫2月70拜2上午8点半，伫市立殡仪馆的3至1号入殓室，要来举行入殓的追思告别礼拜。咱兄弟姊妹，你若时间方便，咱来前往来参加，并且为着家属的圣神安慰，赐了力量，甲来为因代祷。第10点，咱有3小点，咱家己来注意。咱门徒培育的研习的消息，咱门徒学校已经伫1月18来正式开课。咱要去参加的人，嘛会当来过来报名。咱第6页有牧区团契关怀代祷。第7页，咱有咱郑州的奉献。咱家己来注意，若有出入跟咱的财务来见证。咱请牧师来为咱补充报告。谢谢。看兄弟，我来做一个补充吼。咱后礼拜就是要举行合会，合会意思就是讲，咱干那一场礼拜，而且是9点开始。9点开始呢，是咱兄弟吼。咱会员邀请咱拢来参加，咱有一个算人数，爱有9页半数才会当成会啦吼。当然，咱真拄寒假吼，有诶兄弟老早就安排要出国，也是出外，请你若袂当吼，免客气，你甲你诶名单来甲咱诶干事讲，我都袂当来，咱会当当作请假，互伊人数会当了解较清楚。若像时吼，对后礼拜开始有3场礼拜，拢是1场尔。吼，咱这投影片有写，2月7、8 9点。搁落去迄礼拜2月15已经除夕前下主日啦，吼。其实已经春节假期啊，咱嘛干那要1场礼拜9点，吼。
啊，搁拜二拜二是春节哈，啊，咱嘛是出9点，啊，所以咱这3个主日这3个礼拜拢是9点，大家时间真好记吼。啊，毋茫讲咱也无出外，也是无去外地，也是去探亲吼，咱踊跃来参加，啊，干那一场礼拜，才会记哩9点吼。搁来就是讲，咱伫这个消息报告内面吼，有提起一项啦，就是咱太平间教会有举办迄个首放中研习会。啊，这首放中咱平常时较少接触，毋过听讲伫表演啊，伫练习真趣味啦。啊，谁来甲咱报这个消息呢？是讲咱的创始教会创始牧师王中信牧师的阿姐，啊，叫做王淑女老师啦吼。伊足好伊哦，伊对美国用货运架一组，迄一组足侪箱的啊，足侪箱的迄放中，倒来奉献，互咱甲太平间教会。伊讲啊，著某仔囝哈，某会是太平间，啊，咱福强教会囝会，即组讲恁共同来使用，啊，咱客气讲啊，安尼爱生娘老母啦吼，所以放纵放伫太平间。啊，因要办即个演习，啊，讲咱的教会会友，若爱要参加吼，毋免报名费。啊，所以你若对即个，特别是咱有音乐背景的兄弟想要参加，啊，赶紧来报名。敢若伊头一摆是要做一个体验性的演习啦，敢若一暗尔，2月初到拜1暗9点7点半到9点半，啊，若想要去体验的，拢会人去报名。啊，你若感觉这我足趣味呢，后摆要去学，会当阁有机会吼。啊，而且咱福强教的会友要演习，伊拢要补助费用吼。啊，这王小女老师真甘心咯，特别甲咱奉献这费用。搁第二，搁个报告是讲，咱周报内底报有2个丧礼的消息吼。啊，这咱大家拢大道关心无问题，但是牧师有咱邀请。第一，就用这个头一个要个别说是下晡2点，一个黄琼慧姐妹，咱大家拢毋捌的，敢若一半的姊妹熟悉。啊，因为伊有洗礼啊，嘛是算咱的会友。啊，咱除了邀请咱的中级的关怀组去参加以外，若是你时间有好势，你若感觉讲来甲关怀这个家庭吼，下晡2点会当去。这个殡仪馆怀礼厅参加礼拜，因为若无够人啊，因未晓唱圣诗啊，家属就干那这个姊妹受洗啊。啊，若讲有较侪兄弟去参加礼拜献诗吼，捌唱歌，啊，会感觉讲这个气氛代表咱的教会关怀。相反，第二个个别说是这个瑞宝姊妹、瑞华姐妹的小弟，叫做吴玉涵兄弟。啊，我有听这个瑞华姐讲。伊差不多20当前捌来咱教会咱遮聚会，但是伊原始的会籍是伫太平间啦，啊，但是已经离开足久啊吼，啊，伊会籍嘛无伫咱遮，所以瑞宝姐、瑞华姐，伊讲看会当牧师甲伊帮忙，啊，所以共款吼，嘛，即个约翰兄弟甲咱嘛无熟，所以若较输伫后礼拜搁落去礼拜2月初10拜日，若是时间好势，咱若有兄弟要关怀即个家庭。伫8点半，伫4边31号入殓室来对事礼拜，咱也会当参与。啊，咱教会借着这个关怀丧礼吼，马上加入一个传福音的好的方式吼，请大家若有方便，拢来参与安尼。啊，搁来是咱这个春节福音的小春联啦吼，咱已经有分了啊，但是有春，若假使你的家庭有想要第2张、第3张拢会使，咱所出了到完为止啦吼，啊，还阁有一个报告，就是讲咱后主日2月初8，咱都一场礼拜名嘛吼，啊，阁就是春节吼，啊，所以咱爱心午餐今仔日是年内最后一摆服务哦，啊，阁来后厝的爱心午餐就比3月啊吼，3月才要开始安尼吼。好，啊，其他的报告呢，咱拄则有讲起，这个温度培育的消息，大家踊跃来参与啦吼。啊，咱大家会当有份做伙来造就学习。啊，咱小等下礼拜三，咱小留几分钟，咱为着2月份的受车来甲因庆生，多谢。这是咱做伙起立来吟上扬的诗，吟煞，咱请牧师为咱祝祷。万象主挂进来。
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圣神的扶持引带帮助，甲咱正大家三甲伫地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请坐密道来避讳。感谢主，愿大家拢领受主的祝福。下面咱要为着2月份的受请来做庆生，咱请2月份的受请站起来，我甲你唱祝福的歌。